咱今仔要读的圣经是新约马可福音第3章的20节到35节。咱圣经是伫台语和日本新约42面，或者是咱来看头前的导影，咱做伙来读。耶稣入厝，众人各自翕，去到因未过伫遮。伊的亲人听去，就出来要甲伊掠下，因为讲伊是天公。对耶路撒冷落来的经学士讲，伊是互毕西卜附身，佮讲伊是我靠鬼王来看鬼。伊叫因来，说比如甲因讲。撒旦点通会赶撒旦，国若家己争拼，迄个国就徛袂牢；家若家己争拼，迄个家也徛袂牢。撒旦若起来家己争拼，伊也徛袂牢，脚脚会灭。无人会入猛人的厝。来劫伊的家伙，叫大声把迄个猛人，然后才会劫伊的厝。我实在甲恁讲，伊若世间人所犯的罪，甲因所讲道一切讲道的话，要赦免因；到伊若讲道圣神的。永远无得着赦免，就是犯着因过世的罪。这是因为遐个人讲，因犯着邪神，伊的老母甲伊的兄弟来徛伫外面，这人去叫因，有规定的人为因得罪。有人甲因讲，你看伊的老母甲伊的兄弟。外面咧找你，伊就应讲：啥物人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啊？就四界看遐个为伊伫坐的人讲：你看我的老母、我的兄弟，因为伊若听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因为甲老母。以上。好，咱今仔下面咱要请咱的林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今仔日要讲的是实现上帝旨意的教会。咱交林牧师。兄弟大家平安。对去年开始，咱教会伫遮来推动这个新眼光读经本。大家拢总来读这个时间，这个活动。牧师期待咱每一个人拢有一本的新眼光的读经本。逐天你会当用出差不多10分钟、10几分钟拢会使。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同齐来读这段的经文，来灵修，来祈祷，这实在是真水无比。牧师嘛伫遮一再强调，尤其是咱现今这个社会，咱是生活伫咧一个真无闲、真高压的这个环境当中。如果咱若是每一天要有一段、一小段嘛是好，一段短短的时间来甲这个创造生命的主上帝连线充电。咱的心灵真容易就会互遐个繁杂的代志，甲你母甲心灵拢孤单到尾你就唔知影到底是为什么得无用，是为着什么来得活。所以咧，就哪亲像咱的手机你逐工拢有甲你的手机充电吗？我想一定拢会。所以咱嘛是同款。咱人的灵嘛需要甲咱的上帝伫遮连线充电，才会当重新来得到快乐，免亲像鹰鸟体色飞悬。
为了要帮助兄弟姊妹伫个灵命有一个方向目标的成长，牧师嘛是鼓励咱兄弟姊妹就来写圣经填充题。咱的圣经填充题会当后礼拜就会用开始教咱3月31个月节迄天要来分鼓励奖品，并且伫个读完即个经文了后，牧师嘛有写即个金句金句导读，咱会当借着金句的金句导读者，会当更加来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这以外，牧师伫个每礼拜的主日讲段，嘛是要尽量来配合咱的新眼光读经本伊的主题甲伊的经文来做信息的分享，希望来帮助兄弟姊妹会当更较有系统来明白咱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款。伫个对3月开始，咱的新眼光读经本的进度来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这是因为3月最后的一礼拜就是3月31号，拄好就是国外节，所以这个新眼光伊的编辑，伊就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互咱来借着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伫遮来更较明白咱的主耶稣，兄弟姊妹，道成肉体的耶稣是咱信仰的根本。规本的新旧约圣经所得记载的上帝所看重的只有两件代志。对两件代志咧，旧约圣经伫遮来预言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弥赛亚，伊要来到这个世间，要来替赎咱人的罪，互咱会当对罪恶中、死亡中来得到讨放，得到自由。过来第二件事就是新约圣经伫遮来宣讲、宣告，迄个弥赛亚已经来到，并且有言伊要搁第二次要搁再来。兄弟姊妹，咱要怎样来明白迄个要来的？确定就是上帝所差派来的弥赛亚咧。这就需要根据伫个旧约圣经内底提供的侪的线索。譬如伫旧约圣经有记载，迄个弥赛亚伊是大卫的后裔，伊是出世伫个伯利恒，要有在世女怀孕生囝，伊是上帝忠心的奴仆等等。然后咱搁一只来通过新约圣经4本的福音书，这4本的福音书，伊用无同款的角度，伫遮来描写，伫遮来记载，这位弥赛亚伊的一生是一个什么款的人生，伊活出什么款的生命。伊伫世间所做工作是虾米款的工作？伊的教导，伊所行的信仰技术，伊的死甲伊的国话等等，伫遮来验证主耶稣真正就是上帝所差来人类的救主。这4本的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甲约翰福音。伫遮大略小可来伫遮介绍一次马太福音是写互对这个旧约圣经关系弥赛亚伊真熟悉，因为因读旧约圣经真熟悉，迄个弥赛亚就是写互犹太人的圣经。伫遮作者伊引用真济旧约先知的预言，针对着耶稣基督所讲的预言，指出
这个主耶稣就是上帝所应允的迄位。所以伫马太福音内底有先详细记载耶稣的家谱，伊是大卫的后裔，伊是永远所定着的君王，伊有气力赢过一切，会当赦免人的罪，会当医病赶鬼，甚至战赢这个死亡，连昏亡拢无法度甲伊压制掉的。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是这4本的福音书当中上界底的，只有16章。马可福音是写予罗马人来读的。罗马人真重视做工课的效率，你做啥物？真重要。你这一世人怎样活出你的性命呢？所以伫马可福音，伊伫遮来记载耶稣基督伫3年传道理的时间，伊做什么款济遮的事工。马可福音是用这个耶稣就是上帝中心的奴仆这个角度，伫遮来见证伊怎样借着实际行动来传达上帝对咱世间人伊的疼甲恩典。耶稣怎样用迄个行动力、实际行动来教导人，来怎样遵行上帝旨意，活出天国百姓的这个好的款式。过来，咱看见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佫互人来称伊这是弱势者的福音，弱势者的福音。伊用人主的角度，伫遮来看见耶稣。咱人会拄着什么款的艰难，会拄着什么款的这个忧伤苦叹的代志耶稣伊拢知，因为伊是100%的人，知影咱人的这个艰苦，总是伊也会当完全来接纳咱人的无完全。所以咱伫个这个4部的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福音，伊伫遮对耶稣的出世以前，甲伊怎样出世，伊的这个做囡仔的时伊的生活拢有详细的描写。我有时咧读的时，敢若伊咧写个人录历一样，来记载耶稣一生真重要的遮的事业，包括伊的降生、伊的当年、伊的工课，伊对弱势者、对富人人的关心甲看顾，以及伊的受难甲割活，最后用耶稣就天来结束。来最后一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写予希腊人来读的这个福音书，因为这个希腊人真爱研究各种的这个哲理、哲学，也是这个真理，真爱探讨，真爱甲人来辩论，话这个宇宙是安怎来，这个人为什么会活伫这个世间，啥怎人伫世间有苦难，等等遮的哲学的道理。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伊写作的目的，就是要甲咱讲，这个世间上界大的真理，就是你会当明白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伊是太初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伫地，伊是兼顾上帝甲人的相同的身份伊是世界光，是人类的救主。所以这是4本福音书，咱会当伫遮详细来伫遮来读，你就会当对无同款的角度来明白咱的主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什么款的上帝，伊所做的到底是什么代志。但现今因为咱3月份咧读的是马可福音，所以牧师嘛简单
伫遮来做一个讲解。马可福音咱头拄仔有讲，马可福音伊是来见证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上界中心的罗卜。什么人来写这本的马可福音呢？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是一个叫做马可约翰，马可约翰是这本福音书的作者。这个马可甲伊的老母嘛叫做玛利亚，因住伫耶路撒冷城内底。因的厝是早期一寡基督徒聚集的所在，所以咱定一听到一个叫马可楼听讲这个马可楼就是马可伊的这个厝这个马可伊甲这个咱伫新约圣经有一个叫做巴拿巴的人，这个人是头一个这个奉献伊的家产来讲做教会事工的路用。伊甲这个巴拿巴是这个亲情关系有一年巴拿巴甲扫罗迄当后来改名叫保罗。因头一届的海外传道旅游的时阵巴拿巴嘛有带这个马可斗阵去宣告去海外旅游。总是咧，因为迄个海外宣告伤过艰苦，这个马可伊就落跑了，中途就宣所以咧后来这个保罗甲巴拿巴要进行第二次的海外旅游的时阵，巴拿巴犹原想要带这个马可斗阵去，总是保罗因为伊顶届老跑，讲这个人这么软正，无法度食苦啦，无爱带伊去讲完。后来为了这个代志，这个巴拿巴甲保罗本来是黄金拍档很好的 partner， 结果伫遮分开，保罗就甲西拉去开始第二次的海外传道，然后巴拿巴就带这个马可斗阵去传福音。毋过伫后来，保罗伊伫即个哥罗西书第四章10节，伊有记载讲，当时马可甲伊同齐伫个即个罗马迄个所在传福音。保罗伫即个哥罗西书的伫个这当中，俄罗马可讲，伊是一个真好的同伴，伫遮讲这个马可伫传福音的代志，对伊有帮赞。所以各位，咱伫遮看到，一个人有时拄着短的失败，有时伫一个时阵，一个因为伤过软正来跋倒，总是这并无代表伊一世人拢无法度会当起来。亲像马可，伫伊失败了后，伊搁一届重新对主内底得到快乐，所以后来这个保罗真甲伊学了，甚至伊来写这个马可福音伫遮搁有这个伫个彼得前书5章13节，伫遮讲到彼得主耶稣伊的学生彼得嘛，对这个马可非常的学了，甚至称讲我的属灵的囝，我的囝马可来显示着讲马可甲彼得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讲，这个马可福音其实嘛当讲是彼得福音，因为就是这个马可跟对这个彼得伫遮来传福音的时，听去这个彼得怎样对主耶稣领受的迄种敢若回忆录一样各位，咱嘛知影讲彼得的个性嘛是真激性。所以你会当看到讲马可福音内底所写的耶稣，行动力很强，足强的行动力。关系到马可福音写作的日期甲
这个地点，一般圣经学者认为是写伫个彼得顺道了后，耶路撒冷城被毁坏进程，差不多是主后67甲70年之间。写作的地点就是伫罗马，因为当时彼得甲伊拢伫个即个罗马，是写予毋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所看，那敢若罗马人去吧。所以即个马可福音伊的一个特色，就是描写即个人类的即个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忠心的奴仆即个伊对人的苦难有真重的即种的怜悯的心肠，所以定定紧紧来去帮助遐会有需要帮助的人。我有时伫遮看的时，那敢若讲咱台湾的小伟小伟牧师，咱以前也有听着讲即个小伟牧师安尼嘛是安尼，为着要救人，伊安尼拢无休困。伊讲我若用早1分钟到，病人就会当减1分钟的即个受苦。我感觉耶稣同款就是即种的心肠，所以伫个马可福音内底有真侪就讲立刻，还是讲随时、随即、即时、顿时，敢若时间真短，互人安尼有即个步调真紧的即种的印象。即个马可福音是4本福音书内底上短的一本。伊真少记录讲耶稣讲道讲道长的讲道篇，伊重伫个注重伫耶稣的工课。其中马可福音有1/3的篇幅，就是伫个后面遐，伊安尼来真详细来描写耶稣来顶十字架进程。最后一周，最后一礼拜，伊的教导甲伊的经历，即个马可福音伫遮来见证上帝囝耶稣基督，虽伫个世间，伊虽然真温困、真努力来服侍遐会有需要的人，总是咧，总是咧，伊有缘无互人伫遐来接纳。伊嘛会拄着诽谤，嘛会拄着嫉妒，嘛会拄着安尼出卖的伤害甲艰苦。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看到讲上帝囝伫世间遮尔温困拍拼、认真咧做工课，遮尔咧关心人，总是嘛是有侪人对伊无了解，对伊有误解，何况咱即个人，何况咱人。所以你嘛毋通想讲你做啥物代志，别人拢会甲你呵乐，拢会甲你感恩啦，无一定总是咧，咱伫遮看到讲虽然是安尼，总是耶稣基督，伊有缘相信上帝会听，所以即个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讲啥？现今所存的，就是啥？有信，有毋忘，搁有啥？有仁爱。所以耶稣伫遮凭着即个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听，伊有缘伫遮来勇敢赢过遮的邪恶、罪恶、遮的死亡。即款的见证，互咱跟对主耶稣的人，咱知，咱毋免惊。因为耶稣真早就甲咱讲，恁伫世间有苦难，总是恁毋免惊。因为啥？耶稣讲，我已经赢过这个苦难。主耶稣已经赢过苦难，咱嘛有法度，兄弟姊妹，你永远毋知上帝互你的潜能、潜在能力有偌尔宽阔。你若是会当来挖靠伊，必定伊互你有够业的稳定、够业的困难，来赢过你现今所拄着的遮的艰难。所以伫遮来见证遮的持守信仰、忍耐到底的人，
主必定要来帮赞，互伊所有应允拢会成就。当咱要来看今仔日咱所读的是马可福音第3章20到35节，这个新眼光的主题是实现上帝旨意的教会。你有实现上帝旨意的教会，先爱有实现上帝旨意的人。所以，咱这个人伫咱的一生的当中，要安怎通过受耶稣所给咱教导的话语，咱会当伫咱的生活中来实现上帝的旨意呢？通过这段圣经，牧师甲咱来分享3项的代志。头一项就是，请问你这一世人，你这一生，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来无用呢？你知影你咧无用什么无？你是为了什么咧无用？主耶稣真清楚，伊人生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来实践上帝国的福音。所以伊无用到连食饭，咧人上界基本的享受，拢无法度食。甚至连伊的亲人嘛伫遮误解讲啊，你这是宗教狂热啊！宗教的欢乐，伫个马可福音记载讲啊，耶稣入一间房间，众人个聚集，甚至伊连饭嘛无法度食，伊的亲人听见就要甲伊扭掉的，讲你安尼，点款乐，是看到这段圣经的时，我心内有一个想法，讲主耶稣伊是啥？有一种的时间的紧迫性，时间的紧迫性，因为伊知伊会当伫这个世间传道的时间，会当来帮助人的时间是真短。主耶稣伫世间传道里只有3年的时间，所以咧，伊爱安怎爱把握掉迄个时间，做上帝爱伊做的事。这个事工，兄弟姊妹，假使你若是知影，你的生命敢若剩3年左右的时间，你的生命敢若剩3年的时，请问你要用这个3年的时间，要来做什么款的代志，互你的人生会当无遗憾的？这是咱需要去来思考的问题，兄弟姊妹。咱伫遮来想，假使你的生命只有剩短3年的时间的时，我无需相信，你检查就会去来优先来选择。伫咱的人生有真济你会当选择，总是什么是重要佮紧急的代志，你需要伫遮来做出选择。上重要。将紧急佮有价值的代志，互家己的人生伫这个世间会当啥呐？完完充实，没有白来，这是咱需要去想的。主耶稣知影，伊来到这个世间，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要将上帝的疼传达互遐个灵内底空虚的人，互因。会当灵定心来，因为看见上帝的疼，因为经历上帝的恩典，会当伫遮搁一届振作起来，有信心，有仰望来面对着人生生命中种种的苦难。主耶稣知影，伊的时间真短，只有这3年的时间。所以，这种对时间的迫切性，互伊无用到连饭嘛无法度想要食。伊的亲人无了解，兄弟姊妹，人要了解咱，有时真恶。总是你爱了解，你家己是什么，你想要爱什么。伊的亲人无了解耶稣的想法。所以就用这个天空伫遮来批评伊，来安尼来想伊。
所以兄弟姊妹，我要过来问的就是讲，请问你会为着什么？你为着什么代志无用甲连饭你嘛无想要食？有的人是规工无用咧做工课，哇，开会创啥一大堆，拜访客户也是安怎，哇，工作一大堆，无用咧趁钱，无用咧追求世间遮的事。嘛有人无用咧吃喝玩乐享受，有人无用咧看电视追剧，嘛有人无用咧耍手机啊。我哋看到真侪少年人耍手机啊，耍到1-2点，有诶较夸张诶3-4点，安尼抑阁毋困，耍手机啊，对伊来讲上重要，废寝忘食。请问兄弟姊妹，请问你所无用诶，你所无用诶，是毋是将来会当互你带来永远诶价值咧？将来你伫上帝面前会当因为你这世人所无用这个代志，互上帝来甲你学乐讲你是好个尽忠的奴仆，会当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咧，也是你这一生到上帝面前拼做啥，拼做风人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无意义。上帝袂去纪念你赚偌济钱。你的存款内底是毋是亿万富翁？嘛袂看你有偌几间厝，迄对上帝来讲无重要。你爱去知影，对上帝来讲，啥物是重要的？兄弟姊妹，咱这一生真短暂，上帝袂互你的时间长甲，互你有时间当啊浪费，嘛袂互你讲短甲你无法度去做上帝爱你去做。咱这世间真短暂，为着要实现生命中上界美好的价值，就算讲互人笑讲你是安尼癫狂的人，佮怎样咧？第二，咱要来看来思想的，就是这道会互人目睭青眉。对伫遐个无理解你的人，伊总是会去找各种的理由来甲你诽谤。来甲你中伤，总是上界重要的是，你知影你家己咧做啥物嘛？你知影你家己爱啥物嘛？你所要做的，你想要做的是啥物款的代志？一个马可福音第3章22节，而且讲到对耶路撒冷来遐的文士，而且讲啥？讲耶稣是去别西卜复调的。护照，佮讲伊就是靠鬼王来赶鬼。兄弟姊妹，文士甲经学士、法利赛人，因是上界捌圣经的人，因看见耶稣所行这个神灵奇事，看到耶稣伊的教导、伊的道理，其实因心内有数，应该知影耶稣正是上帝所找来。因为若毋是对上帝来，什么人会当行即个神灵奇事咧？会当做讲出遮尔得到人心的即个道理咧？总是激到互人会目睭青眉。遮个文士经学士，伊毋甘愿啦！哇！遮个以前对因的群众，怎么拢走去对耶稣的？哇！这耶稣比我还红，安尼，伊无法度，伊受气，哇！这群众尊重耶稣，赢过尊重伊，所以因拒绝信任耶稣是对上帝遐来，总是嘛袂当否认耶稣赶鬼的这个事实咧，就安尼甲伊污蔑，这个甲伊驳道讲伊是靠鬼王来赶鬼。这个别西卜，这是伫个以色列地以格伦迄个所在有一个叫做苍蝇王好神苍蝇王叫做巴利西卜犹太人甲伊变音了，诚做讲别西卜就是鬼王，也是粪扫堆的王。你看遐好神拢走去食迄个粪扫。
所以伫伫遮来安尼来污蔑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嫉妒、骄傲、嫉妒，拢会互人失去理性，偏见会互人目睭失去亮光，毋知影你到底在做啥。所以遐个无理解你的人，无了解你的人，拢会找真侪理由来甲你讲东讲西，咱讲酸言酸语啦，听真侪来诽谤你。最重要的是，你家己爱知影，你在做啥物？你在做啥物？你的目标、你的方向是啥物？家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人生，无人会当代替。亲像今仔日圣歌队咧讲，耶稣派迄个十字架上即个加勒山，无人会当代替伊，无人会当代替伊。同款伫咱人生内底，咱每一个人嘛拢有一支的十字架，无人会当代替你，只有你家己会当派即个十字架。咱就爱甘愿派咱的十字架。上帝就要十字架要正做免流。如果咱唔甘愿，十字架同款伫你的心上，只是你互即个哪来哪承担。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看到第3章的30甲33节，伫遮耶稣叫因来，面对着遐个无理解伊的人。主耶稣并毋是足生气的，你拢无理解我，你拢毋知影我做偌济好代志，了。主耶稣安怎叫因来，用一个譬如甲因讲着啥？撒旦怎会当赶开撒旦咧？伫个即个譬如，就用讲一个讲道片啊，所以牧师无要搁再讲遐遮个兄弟姊妹，遮个文士，遮个法利赛人。伫当时的社会，其实因是真有影响人的人，因对耶稣恶意的诽谤，嘛会造成一寡因为无了解耶稣，结果产生误解，安尼来阻挡上帝国的这个发展。耶稣无愿意这个恶意的诽谤来摇动人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刻意叫因来。所以耶稣嘛是真注重啥沟通，将伊下遮的甲遮的人讲，所以伫遮咧用譬如来纠正因的错误的想法。最后耶稣严严甲因警告：上帝是宽容，是慈爱，上帝愿意赦免人一切无知的过犯。总是如果有人存心是抵触这个圣神，伊的心公硬，无要互圣神伫伊内底做工，安尼就无法度有赦免的可能。兄弟姊妹，俗语讲：一样米饲百样人。主耶稣出来传道上帝国美好的福音，用这个天国道理来滋养、来养起人的心灵。伊医病赶鬼，互侪人的心灵，拢得到讨棒，得到自由。伊无用到连饭，拢无法度食。总是有人同款，有人食饱伤闲，故意来讲一寡有诶无诶代志，连耶稣做遐尼济好代志，拢会互人来嫉妒来伫遮来诽谤咱难免嘛会去拄着即款，互咱感觉真难堪的代志。请问你要怎样来面对遐个恶意的攻击，还是对你有一寡酸言酸语？兄弟姊妹，你敢要甲别人的闲话拢藏伫你的心内底吗？你若是藏伫心内底1分钟，你就受伤1分钟。你若藏伫心内底1天，你就受伤1天；若藏伫内底1礼拜，受伤1礼拜；藏1世人，你就受伤1世人。你需要甲别人对你的闲话藏伫你的内底吗？有一本册叫做《钝感
就是迄种诶，毋免遐尼敏感啦。咱无需要遐尼敏感，重要诶是啥物？你家己爱分清楚，别人讲诶话有遐重要吗？咱对咱家己诶人生爱有一个明确诶方向甲目标。如果你知影你家己咧做啥物，你就爱家己诶焦点对准伫你诶生命中，伫你诶生活中重要诶代志，重要诶代志，好好去做遐个重要诶代志。咱无需要去讨好，去安尼对人安尼讨好所有诶人，你嘛无法度去讨好所有诶人啦。你嘛无需要安尼做，爱活出家己诶本性，因为上帝照安尼来接纳你。最重要只有一项事，就是你爱知影你所要行的道路甲方向，你对准方向，你就勇敢向前行。第三，咱要伫遮来分享，既然是遵行上帝旨意的，就是上帝国大家庭的厝内底人。伫遮马可福音第3章31甲35节。讲头拄仔咱讲到耶稣的亲人，怎么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嘛来徛伫咧外面，伊嘛是无了解耶稣你咧做啥物，就叫人去甲伊叫。迄当阵济人坐伫耶稣的边仔咧听道理，因来讲即个你的老母、你的兄弟伫外面咧找你，耶稣回答讲啥？什么人是我的老母？什么人是我的兄弟？就四周围看伊坐遐的人讲，看我的老母、我的兄弟。既然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老母甲兄弟。兄弟姊妹，当耶稣咧讲，什么人是我的老母？什么人是我的兄弟？刚才有人讲，哇，太猛了吧！耶稣，你这讲什么话？你咧讲什么话？这么不好的话，这么无亲情的话，拢讲会出来。兄弟姊妹，咱听话唔通听一半，听话唔通听一半。你怎么看？听耶稣继续安怎讲？耶稣伊接续咧讲，既然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我的老母咯。兄弟姊妹。主耶稣绝对毋是伫咧遮咧否认伊甲亲人、伊的老母甲亲人之间即种亲情的关系。颠倒变是安怎？耶稣借着即个亲人关系的披露，互人伫咧观念上有一个极大的突破。伫遮主耶稣咱启示一个真重要的真理，会当进入上帝国即个大家庭的。毋是凭着你的血缘关系，所以咱牧师定咧讲，上帝有囝无孙，来大家讲一解，上帝有囝无孙，你会当进入上帝国，毋是血缘的即个关系，毋是你的即个乃是因为啥？你有同款即个目标，实现上帝旨意的。今仔日上帝已经差遣主耶稣来。为了世间人赎罪伊伫遮，无论你的家世，无论你的背景，无管你的皮肤红红色的，还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还是黄种人，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既然接待伊的，就是信伊的，伊就束缚因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伫遮伫即段经文，主耶稣讲啥？讲既然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我的老母，要成做上帝国的一份子。牧师搁一解讲，毋是靠血缘，是遵行上帝旨意。请问你要成做耶稣伊的兄弟姊妹吗？你愿意伫遮来遵行上帝旨意吗？安尼，什么是遵行上帝旨意呢？他拄咱读即个启应文旧约圣经米迦书第6章第8节，米迦真清楚甲咱讲，世间人上帝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
伊爱你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相同行，安尼怎样才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上帝相行呢？兄弟姊妹，转去看4本福音书，你转去看4本的福音书，主耶稣怎样听伊所讲，看伊所行，看伊一生怎样活出上帝美好的见证，咱就知主耶稣用一生成做美好的榜样模范。咱伫这个世间真欠榜样，主耶稣互你来看见，什么是上帝所爱，迄个实现上帝旨意的人。今仔日咱称做是基督徒，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求上帝帮助咱，毋那知影上帝旨意，搁爱活出实践上帝旨意。当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拢愿意安尼做，上帝国就要伫咱当中，一人当中。咱的教会大家安尼做，咱就是实现上帝旨意的教会。兄弟姊妹，毋免惊你的溃烂、衰微、软弱、软弱。当咱立志，你心内上帝互你坚强的溃烂。你的心理比外面的环境更加大，上帝必定会帮助咱，互咱伊会用伊的稳定教育咱用，会使用咱，互咱这一生会当真正活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丰盛的美好的人生。愿咱对这个四福音更加来看见。咱的主耶稣基督，伊已经为咱做好的模范，伊嘛有大权能要来帮助咱，行过咱有时咱讲是艰难的一生，要互咱艰难的一生，因为顺服上帝旨意，成做稳定甲祝福，丰丰富富，毋那伫你的家己的身上。更重要的是，你的行行顺顺，拢要看见你的好的模范，来得到这个信心甲快乐。请咱同齐来祈祷。主啊，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愿对你的话、你的款式，互阮知。阮伫世间，同款嘛拄着侪艰难，侪人无法度理解，总是主阮爱。求你帮助圣神，甲阮讲，阮所着行的是什么，所着做的是什么，阮愿意尽阮的困难阮若是困难无够，主啊，求你加添困难伫阮当中，互阮会当决意要来相听，要来听阮厝内底的人，听迄个无可爱的人，听阮的修德，求主帮助阮，加添困难，互阮会当稳上加稳，力上加力，满心感谢，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